中医师向卫福部争取开放超音波，目前已经有62位中医师完成训练，希望未来看诊的时阵会当使用。因为卫福部嘛讲会阁召开会议来确定相关的条件甲资格。用针灸的方式来减轻患者的症状，汉医较热看的诊断方式，包括观察、听病人的声、鼻气味、问诊甲赞美等等，来分析患者的症头。即马科技进步，新一代中医师这几年一直向卫福部争取，希望用超音波来辅助甲病人看病。现在只有针灸，然后那个中医他就把脉。这样的如果有超音波更好。透过仪器啊，去做辅助他的诊断啊，所以不管中医西医，只要设备更好，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啊。中医师工会专利会表示，以韩国做例，去年开始已经开放中医师会当合法使用超音波来协助针灸进前确认受伤或者是病变的部位，会当精准治疗。专利会证实，已经有62个中医师加入相关超音波的医学会，嘛完成训练，争取未来会当使用超音波，加做辅助的仪器。初步希望应用伫咧偏乡甲居家医疗。比方说，肝的疾病跟胆的疾病，那都会有可能会造成右上腹部的一些症状。单纯用把脉，大概是以肝经为主。那如果有一个超音波去扫描过，那有可能就可以明确的知道相关的一个训练资格跟他们休息的一个课程内容，后续是要在会议上面做一个讨论，大家去做一个研议。卫福部回应讲，中医师专联会早就已经提出使用超音波的需求。卫福部伫110年就有会议决议，超音波操作需要符合技术的条件。最近会招相关的团体开会，进一步确认资格，甲后续开放使用的场合甲规范。记者综合报道。